Hello，大家好，我係 Walker，歡迎嚟到 Walker。如果你係80年代真實係機械人嘅 fans，咁邊一個係你最喜愛嘅設計師咧？我哋開始數大學園邦男啦、永野戶、河森正治、宮武一貴、卒淵魚，仲有橫山宏。你又會唔會數漏咗一個人咧？小林誠老師可能係日本動漫產業之中最多才多藝嘅創作人。由80年代出道至今，無論動畫、漫畫、機械設計、模型製作甚至特攝咧，佢都有試過，而且喺每一個範疇都會帶出令人一見難忘嘅個人風格。不過大家又唔好將佢同另一個繪畫 What's Michael 嘅漫畫家小林誠撈亂。話說兩位小林誠先生唔單止年齡相若，而且都係住喺東京杉並區附近嘅，仲試過收到對方嘅銀行月結單添。小林誠老師形容自己成長嘅時候，只係一個中意畫公仔嘅普通小朋友，冇諗過可以參與動漫嘅工作，直至睇到《星球大戰》呢部電影，見識到一個同日漫風格完全唔同嘅科幻世界。而且當年有大量嘅書刊雜誌去報導星戰幕後製作嘅模型，就令到佢有我都可以試下嘅感覺。而佢嘅另外一位啟蒙老師呢，就係設計 Turn 呢嗰位美國科幻設計大師 Sid Mead 啦。Sid Mead 嘅創作教識咗小林誠老師擁有屬於自己嘅科幻世界觀同埋自己嘅科幻美學嘅重要性。所以之後每一份工作，小林誠老師都會問下自己，究竟可以帶俾呢一個設計乜嘢新嘅元素，無論係飛機、車，甚至係機械人都好。年輕嘅小林誠喺同人誌入邊嘅創作咧，好快就得到金田一公嘅賞識。金田一公邀請小林誠去參與一套叫做《Birth》嘅動畫製作。咁雖然呢一套動畫咧，最終就由電視變成 OVA。好多小林誠嘅設計咧都冇用得上，咁但係喺呢個 project 入邊咧，小林誠就認識咗一位 Sunrise 嘅 producer， 被邀請去參加 Zeta 同埋 Double Zeta Gundam 嘅機械設計。唔係我講㗎嚇，根據小林誠先生嘅回憶咧，當年佢同另外兩位都係初出茅廬嘅設計師永野戶同埋藤田一紀咧，三個人咧就分擔咗好多設計嘅工作。咁當然啦，雖然話名係大學園邦男，不過其實咧佢就唔多在場，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公開嘅秘密嚟㗎啦。另外，由於超時空要塞嘅空前成功咧，當時 Sunrise 就突然要求佢哋加入可變嘅元素。咁其實咧，小林誠係唔多 like 嘅，佢覺得喺機動戰士嘅世界入邊咧，可變係唔多 make sense 嘅。咁當然啦，客人叫到，咁梗係照做啦。咁但係我哋喺呢一點亦都可以睇得出咧，小林誠先生對於科幻世界嘅邏輯咧係有非常嘅執着嘅。至於小林誠老師嘅 Dragon's Heaven， 就算你未睇過呢套動畫咧，對於呢幾個機械人設計嘅應該都唔會太陌生嘅。最初當小林誠老師 present 呢個 project 俾 Bandai 嘅時候咧 ，Bandai 係感到興趣，咁佢就話我哋可以生產產品嘅喎，就邀請小林誠老師咧去嘗試去將佢咧立體化。而其實咧，小林老師係咁樣開始佢嘅模型創作生涯嘅。咁可惜又係因為超時空要塞關係咧 ，Bandai 又要求小林誠老師將啲設計咧改成可變啊。咁最後呢個 project 咧就有少少不了了之咗啦。幾年之後咧 ，Model Graphics 呢本雜誌咧，因為小林元文先生遇到意外關係咧，原本嘅一個漫畫連載咧就唔能夠再做落去，咁佢哋就邀請小林誠老師咧創作一個新嘅機械人漫畫，而 Dragon's Heaven 咧就係咁樣翻生嘅。Dragon's Heaven 呢一套 OVA 咧，唔單止有小林誠老師自此一家嘅機械設計。當時呢一班熱血嘅日本動畫創作者，為咗想有一種日本動畫未有過嘅感覺，佢哋借用咗法國漫畫家 Moebius 嘅科幻世界搬咗過嚟用，出嚟嘅效果做得仲好過法國嘅動畫公司。而最為人津津樂道嘅咧，就係片頭嗰段特攝啦。呢一段特攝所用嘅機械人模型咧，有成個真人咁高，而其實當時嘅經費已經耗盡咗，為咗製作呢一段特攝咧，小林誠老師係自己揞荷包出嚟做嘅。除咗原創嘅機設之外咧，小林誠老師都做過唔少將舊嘅動畫機設現代化嘅工作嘅。咁當然有大和號啦，咁我記得嘅咧，就仲有 Giant Robo。咁講開 Giant Robo 就有段故嘅，咁原來當年80年代嘅時候咧，製作公司就已經籌備緊大和號復活篇嘅工作，仲買定咗好多紅色同埋灰藍色嘅顏料落嚟有船身。咁點知做下咧，西崎二展先生咧就唔做，咁啊死啦！啲顏料擺晒喺度，都係錢嚟噶嘛。咁佢哋先至諗到，不如畫 Giant Robo 啦，因為顏色一樣可以用翻。係咁嘅情況之下，佢哋先至去請小林誠老師咧去設計一個新嘅 Giant Robo 嘅，即係話 Giant Robo 嘅新動畫咧，其實係一個環保工程嚟。
我都係唔講咁多八卦嘢住啦，唔阻各位細心欣賞蕭林成老師無邊嘅想像力同埋不沾嘅鬼斧神工。今次呢一個小型展覽咧，主辦單位好有心機咁樣將個場地佈置到好似一個小型創作室咁樣，我哋就好似入到蕭林成老師自己嘅創作空間一樣。而老師亦都好唔吝嗇咁樣去分享佢嘅創作經驗，有啲粉絲帶埋自己嘅作品嚟俾蕭林成老師去加工審視。嗱，你睇下，老師用緊嘅顏料同埋器材咧，都係最簡單最 basic，我哋自細用開嘅上升。所以話造詣嘅高低同埋器材嘅貴賤咧，其實係冇乜關係嘅。好啦，今日就講住咁多先啦，下次再見啦，拜拜。